大涝，佮加上海水倒急，台南运河边的安平路今仔早起又搁淹水哦。另外，伫高雄基顶佮屏东东港嘛连续4天，因为百日的影响，今仔早起哦又搁淹水咯，民众是真无奈。 抽水机不断地甲引到路面的水抽掉，就惊影响到用路人，受到大条的影响。台南安平地区透早9点外，伫个台南运河边的安平路，又搁是积水的状况。不过有了前一天的经验，公部门是调派抽水机降低伤害。然后还有把冰箱都做垫高的工作，那就以免说防止漏电，还是一些家具啊设备坏掉这样子。无落雨啊，落雨就较惨了。好像昨天严重。 同款的状况嘛出现伫安南区城市街一段附近，连续2天拢出现淹水的状况，大连堆沙包拢无效，水淹入密室内，民众嘛无奈。早暗就倒安尼，倒是是较无严重有影，原来有效果啦，看也规间淹了了。我们事先帮协助家户预布防水挡板跟沙包啦那今天有起了作用啦不过，台南将军蔡坤新是挡水的更帮发挥效果，将淹起来的海水主动伫个渔港内面，从来拢无接引水，保护居民。高雄基顶以及屏东东港，更是连续4天拢受到大条的影响。海水是不断的往内面淹，规个市场人潮是真少，更有民众要通过淹水的所在，甲塞土路的车起来载人。而高雄基顶上班的民众，嘛是都爱出门撩水，爱做生意的嘛是都爱开门营业。 水拢淹到内底啊！内底物件拢全部拢歹去啊！早上严重啦，今日都还未啊！今日都打咧淹呢，打咧起来呢。社群上班都要涉水，对不对？对。年度的大潮加上风台影响，沿海地区的民众连日受到海水倒灌影响，是真艰苦。除了无奈，嘛无其他的办法。记者郑俊南部综合报道。